来念台语囡仔歌，要食青梨。你是要食青，也是要食桃？紧想看卖，紧想看卖，要食青，送你去妈祖经；要食桃，送你去找金箔。华语解释：你是要吃青的，还是要吃浊的？快想看看，快想看看！要吃青的，送你去妈祖庙；要吃浊的，送你去找沈婆。本视频的闽南文字和音频都是由台湾的许丰都老师提供，多谢许丰都老师，感恩。制作：于良人，竹家轻松来学闽南语，主编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叮当。按这里进入竹家轻松来学闽南语脸书专页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。